古代嘅巴比倫人實踐咗一條重要嘅律法，呢一個亦都係佢哋擁有巨大財富嘅原因。佢哋採用咗11奉獻法則，亦即係給出你所得到嘅所有金錢或者財物嘅1/10。11奉獻法則說明你一定要先給予才能獲得，而巴比倫人知道實踐呢個法則可以打開富足之流。如果你正喺度諗，有咗足夠嘅金錢，我就會給予，咁樣11奉獻法則會話翻俾你知，你永遠都唔會擁有足夠嘅金錢，因為你必須先付出。世界上好多有錢人都會將佢哋1/10嘅財富捐出去，而且從來冇停止過11奉獻。可能呢一刻你覺得將財富1/10奉獻出去會覺得好多，我哋可以嘗試小額嘅奉獻，為自己養成一個習慣。當你睇住自己，對自己嘅任何部分都覺得唔滿意嘅時候，你會持續吸引不滿意嘅感受，因為吸引力法則就好似鏡一樣，會確實反映你心入面所想嘅一切。因此，當你睇住自己嘅時候，嘗試從自己嘅身上發掘優點，專注喺呢一個優點上，並且將唔滿意嘅地方慢慢改善，令自己睇自己更加順眼。喺呢一度並唔係單純地講外表，當中涉及我哋人生嘅4大支柱：健康、財富、人際關係以及使命，讓自己喺呢4大支柱方面都得到提升。無論碰到咩困難都好，我哋都可以讓呢一生成為最好。試想一下秘密影片入面莫里斯·古德曼嘅故事。莫里斯瞓咗喺醫院嘅時候，完全係癱瘓，只可以眨眼，但佢知道佢仲可以運用自己嘅心智去觀賞。而克服所有困難之後，莫里斯更加可以行走自如。試想像你擁有一個壯麗嘅人生，想像你處於一個完全喜悅之中嘅狀態，而且無論如何都要持守呢一個願景。所以當我哋遇到任何挑戰嘅時候，只要保持正面嘅態度，透過心智嘅觀賞，讓你腦內嘅願景實現喺你嘅面前。你就係一個磁鐵，你為自己帶來你內在感受到嘅一切，所以要成為喜悅嘅磁鐵，並且持續全力咁樣做。喜悅係你內在嘅感受，而無論喺外在嘅世界發生咩事都好，你都可以讓自己去感受到喜悅。要知道，為咗依隨吸引力法則而活，你一定要處於喜悅當中。當你咁樣做嘅時候，充滿喜悅嘅人生就會嚟到你嘅面前。吸引力法則就係咁簡單地運作，每一日生活當中都尋找讓你喜悅嘅東西，哪怕只係簡單地食到一個豐盛嘅午餐。每日外出嘅時候，交通都非常暢順，甚至乎喺街上遇見一啲好耐冇見嘅朋友，呢啲都係足以讓我哋感到喜悅嘅事。美國第16任總統亞伯拉罕林肯，佢曾經講過，大多數人在決定要快樂時就會快樂。生命中有好多事情係我哋冇辦法改變或者操控，但唔好忘記，心情快樂與否絕對係可以自由決定嘅一件事。你嘅財富、身份、所在之處或者行為，並不是決定你係快樂與否嘅因素，係你自己對快樂嘅睇法，決定咗你快樂嘅程度同意義。快樂其實就係我哋嘅核心本性，從未離開過我哋。我哋只需要提醒自己，記住快樂嘅存在就可以。人類終其一生都喺度追逐物質世界嘅一切，但冇發現到最偉大嘅寶藏就係藏喺自己身上。我哋緊閉雙眼，唔好去睇外在嘅世界，然後將你嘅想法同言語導向喺內在。你內在嘅大師就係打開世上所有寶藏呢一把鎖匙。當我哋遇上挑戰嘅時候，嘗試放鬆自己，向自己內在大師求問，觀察自己嘅內在所需，你就會知道自己內在所需要嘅東西。當我哋懂得觀察自己嘅內在，就唔需要再向外尋求。你嘅內在就有一位大師，喺生命中嘅每一刻
你都正在接受佢嘅引導。我哋要自己去思考，並且自己做選擇。當我哋每次遇上挑戰嘅時候，腦袋入邊總會有一個小小嘅聲音去提醒你，身體亦都會莫名其妙地俾你警訊，而且直覺亦都會偷偷話俾你知道答案。我哋喺人生分岔路口嘅時候，千祈唔好慌張，就好似我哋平時打機一樣，每次升級都要作出選擇。但係人生並冇重設嘅按鈕，因此內在大師對我哋嚟講非常重要。如果你想同內在大師混熟，不妨嘗試關掉你嘅手機，俾自己10分鐘獨處嘅時光，揾一個舒服嘅姿勢，合埋雙眼，深呼吸，問下自己今日有咩想同自己講，然之後就等待內在嘅聲音慢慢浮現。你嘅身體就好似電影嘅投影機一樣，而透過投影機投射出嚟嘅影片，就係你嘅想法同感覺嘅總和。你喺你人生嘅銀幕上睇到嘅一切，係從你嘅內在投射出嚟，而呢啲內容都係你放入去影片入面。我哋可以選擇更高嘅頻率、想法同埋感覺。你可以隨時改變你喺銀幕上睇到嘅一切。你嘅電影會播出乜嘢嘅內容，你有完全嘅控制權。你嘅人生係一出歡樂嘅喜劇，亦或係一套傷心悲情嘅電影，全部都係你自己嘅選擇。你人生嘅電影演得如何？針對金錢、健康、人際關係方面嘅劇情，你需要做任何修改嗎？你想要做任何嘅剪接嗎？今日就可以按照你嘅希望去修改你嘅電影，因為今日嘅改變，聽日就會播出。你就係正在創造你嘅人生電影，而呢套電影嘅內容亦都掌握喺你嘅手中，每一日都係如是。你亦都係你人生嘅編劇、導演以及演員。電影嘅戲路全部由你自己選擇，係屬於喜劇、悲情，亦或係暴力電影，全部都係你創造出嚟。喺我哋世界入邊，雖然有好多嘢可以學，可以研究，但如果你擘大對眼仔細觀察，生命嘅真理就喺你周遭世界嘅一切事物中。只因為我哋嘅無知、固執同埋保守嘅信念，讓我哋對真理視而不見。假若你想睇到真理的話，只要我哋持續喺自己心入邊提出問題，持續去學，持續放低固執同保守嘅信念，咁樣真理就會喺我哋心入邊展現出嚟。多謝大家嘅收聽，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，拜拜。